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的节目，我是钟英婷阿群妹。当人讲好，什么人啊，总系有哪个一只味，系用来装甜点的。我哋讲喏，像阿群妹爱啊，可能讲吃饭啊，吃到哇东饱诶。不过我还是会想来吃一下甜点，才会觉得哦，也才有一只结束的感觉。唔知系唔系各位观众朋友都同我同样，系抢嘅安尼？哎呀不管了啦，就是要同大家讲吼，什么人有几好食甜点呢？故所以你今日节目当中哦，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一只当后生嘅小阿妹耶，佢同廿个朋友吼，向下做一只甜点店，我来同大家来分享哦，还我佢做当好做一甜点嘅事嘛，就像烤箱咁样嘅暗热，故所以下就要来融化大家，融化阿群妹嘅爱，今日来分享瑞慈，欢迎你。大家好，我是范瑞慈，今日到欢喜来到呀，然后大家分享我嘅故事。哇，你看又讲又好上，好法又讲得好，根本就是人生胜利组。但是呢，他的甜点店却叫做卤蛇，卤蛇就是我们英文讲 loser， 就是输的人的意思。对，为什么你们的甜点店要取名叫做 loser 呢？其实就是现在的网络很流行用语用卤蛇来去讲单身的人，对，那所以一刚开始中央大学其实是男女比例比较悬殊的，就男生多于女生，那所以单身的人就比较多，所以就是很多卤蛇，对，大家都男生交不到女朋友，对，或者是也有女生交不到男朋友也是有，对，那我跟我的2个朋友就想说要叫什么名字，那时候开店的时候就想说要叫什么名字呢？那他们2个就是我们3个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搞笑的人，所以他们就说要叫卤蛇甜点店。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怂，有点太 local 了。对。那可是因为他们就觉得说这样子很有趣，会引起一个话题。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叫卤蛇，就真的叫卤蛇甜点店了。那可是没想到后来就真的引起了很大的回响。那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名字，就觉得我们很有趣，然后以为我们在开玩笑。对，不过我们后来就真的就是叫卤蛇甜点店，然后经营之后，我就自己也延伸出了另外一个意涵，因为我们都说 loser 嘛，那可是我觉得这个社会上其实不是人人都是 winner 嘛。对，那我觉得在很疲倦，你觉得自己是 loser 的时候，就会很想要来一块甜点。没错。对，那这时候就会觉得很直观的联想到我们，所以我觉得就是想要用我们的甜点去抚慰那个 loser 的心情。没错，大概是这样。我就会上班以后啊，我就觉得人生不能没有甜点。我觉得我在念书的时候都还好，但是当我一出社会，一开始工作，我就觉得天哪，我下午需要甜点来疗愈一下。真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因为是甜的东西，就是在本意有一种很舒压、很放松，有种开心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刚刚瑞慈，你刚刚有提到吼，其实你还黑第一个图书，你现在还是大学生，你大4嘛。对，所以我想要请问说，为什么因为第一读书的时节了，想要来去做一家甜点店，为什么会接触到甜点？因为你念的科系也跟甜点没有关系。来，高学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中永太后客家话那个。对。不过因为我上大学以前都在读书嘛，然后自己其实是喜欢甜点，然后也对做甜点很有兴趣。可是因为就是有升学压力，所以也都没有办法，所以在家一直念书。然后是到大学之后，就跟我的朋友，就是刚一起创业的2位朋友，就是一起加了美食社，学校的社团，对。那时候也觉得只是就是进去玩一玩而已，对。那没想到就是就让我可以很放心的去开始学做甜点这件事情，对。那我的阿梅雅梅就开始就是会支持我，然后就因为她自己也爱吃，对，所以我们家里就买了烤箱，然后就开始会自己就自学，因为社团教的就是比较简单，然后大家就主要是感情好，然后会一起玩乐。那到后来就是当我觉得社团的
学资源可以提供我资源，可是我想要学的东西更多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网络上啦，或者是去买食谱啦，来去学，然后去尝试，对，然后慢慢的就也有去实习，对我有去一间甜点店实习，然后就开始慢慢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然后一直到现在。所以就跟伙伴开了一个鲁蛇甜点店，它是在校园里面的。对，可是我们只有在网络上卖，我们没有实体店面。对，所以不管是校内的同学，或者是应该渐渐的会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告诉大家口耳相传，对，所以也会有一些订单。像我们最近也开始会有一些不是中央的。粉丝啊会来找我们的粉丝专业，然后就说可不可以帮我们宅配到台北？其实我们一刚开始也会很惊讶，觉得哇，真的会有人就是想要跟一个不是实体店面，然后你也没有吃过的人买，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那是因为他们的甜点是很有特色的，因为像是你看大家都去哪里，应该几乎都吃得到泡芙。你看，可能很多西点面包店都会有，或者是你今天去大湖酒庄，大湖酒庄也卖了草莓泡芙，就是你去哪里都可以看到的泡芙。但是听说人家得会泡芙，同泰家有些冇共用。其实。我们的泡芙就是它长得跟我想象中的泡芙距离有点大对，就是我们在上面有一个巧思，就是让它沾了一层的焦糖，薄薄的脆皮焦糖，对，所以它会有那个光泽度，看起来非常的可口。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泡芙皮外面通常就是会有，比如说有的是会放酥菠萝，那有的会就直接是泡芙皮。那我觉得泡芙皮最重要的就是它要有酥香脆。那可是很多外面的甜点店为了要降低成本，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只是有部分，他们为了降低，像我们普遍买得到泡芙可能30块到50块就买得到，但他们很多的泡芙，他们吃起来他们的皮是软的，或者是吃起来是有点浮，就是空虚软软的，就没有那种脆皮的口感。对，那因为这样，就主要是因为第一是他们的不够新鲜，就是他们可能填了馅之后放了一阵子，那泡芙皮就吸了那个馅的湿气，对，所以就软掉了。对，我好想吃吃看你所谓的脆皮泡芙，今天竟然没有带来给我吃，不好意思，没有啦，因为根本啊，其实虽然泡芙没有带来，但是还带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先给观众朋友羡慕一下，我今天会吃哪些东西？首先这边这个看起来很像造景的小盆栽。对，那这个盆栽其实是提拉米苏，对，我们把它做成盆栽的造型，就是因为它很可爱，然后会有一种上面会撒可可粉嘛，提拉米苏上面都有可可粉，那吃起来就看起来视觉上会有点像是一个小盆栽，好可爱哦。对，那上面的香草也是我们家自己种的香草。对，因为刚刚我们就讲说提拉米苏啊，提拉米苏在哪里？哪有提拉米苏？在这边，那不是装饰吗？对，然后我们就会搭配这个小铲子，好可爱，给客人铲土来吃的感觉。对，提拉米苏，然后还有现在桌上还有非常多种。对，那这个的话是荆棘马德莲。对，那这个旁边这个荆棘马德莲的特色主要是我们使用我们家自己种的荆棘。对，然后因为我们家荆棘每到某个就每到产季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对，那我们家也吃不完，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切片，然后蜜成荆棘酱。对，那我就把它做成荆棘马德莲。对，然后接下来这个是生巧克力，然后这是巧克力口味，这个是抹茶口味的。好，然后再来这个非常缤纷的，这个是炫乳酪。对，好，没关系，我们待会再好好介绍它。各位观众朋友，有看到等下眼就会是暗斗，看起来这么令人流口水。刚刚瑞慈一边在介绍，我一边在吞口水，我很怕我现在讲还有蓝素会跌下来。好，话不多说，我现在就要先来吃提拉米苏。好不好？这个提拉米苏好可爱哦，而且你说，上面的像你拿这一盆上面的草是芙蓉。对，它也是香草吗？对，你可以把它拿起来，因为它其实不能吃的。它不能吃是不是？对，你拿起来之后，你可以把它的叶子这样搓一搓。对，你搓一搓之后，你可以闻闻看它会有一个香气。
哦，好香哦，很香，对不对？好清爽。那我们那时候设计这款甜点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吃到这款甜点的时候，它不只是吃而已，它可以在吃之余可以闻一闻。那像旁边这个就是迷迭香，对，那这个呢就是榛柏，它都是揉一揉之后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特殊香气。原来，所以你都是找香草植物。对，我会尽量。还有像平常会有薄荷啦，或者是芳香万寿菊这一类的。哇，因为其实你知道，最近大家就是会很想要种一些小盆栽啊。那我觉得像这种，除了可以让大家吃，也可以让大家认识植物，然后就觉得哇，有这些香草好疗愈的感觉，对不对？对。然后提拉米苏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在外面看得到很多价差非常大的提拉米苏，那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店里它必须店里整个要经营的成本，它的提拉米苏必须要提高。可是我觉得有一些真的是用料的差别，是像比如说，因为我自己也有做过提拉米苏，那我觉得我自己做过提拉米苏，跟我出去外面吃的提拉米苏是最大明显的差别，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是用蛋糕，就是中间的拇指饼干。我现在挖给大家看好了，你可以阿 King 可以边吃，然后我可以先简单跟你介绍一下。好，你说。就是我们的提拉米苏外面有很多提拉米苏，为什么会觉得不好吃？有一个很大原因是他们的马斯卡邦，它的原物料。因为很贵，马斯卡彭非常贵，所以它使用了便宜的 cream cheese 来去替代，它吃起来就不会有那个意式的风味。因为马斯卡彭是一个有来自日本的，也有来自意大利的马斯卡彭，那他们吃起来会有个独特的乳酪香气，不会腻。对，所以我们把它跟鲜奶油混合之后，再加上咖啡奶酒。对，那中间的拇指饼干是我们自己烤的，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就是有些人会用海绵蛋糕或者戚风来蛋糕来取代，可是差别在哪里？我觉得就是一个口感上会有一个还蛮大的差异，因为手指饼干它是一个组织比较空洞的。对，它非常蓬松。对，所以我们会让它吸饱咖啡酒糖液，就是我们使用莱姆酒跟咖啡1:1混合，所以吃起来会有一点点酒味蛮重的。对，中间那一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的拇指饼干，它会吸你刚刚说的咖啡跟酒的那个味道，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整个风味非常的明显，对，那酒气会跟咖啡香会在你的嘴巴里面发散，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提拉米苏会使用大量的香草荚，对，香草，所以你看到就是可以看到它上面会有一粒一粒的，我有看到一粒一粒的，刚才红可能看某马该豆，这有非常非常小，像胡椒一样的，很多人会觉得那是。脏东西，对，但其实那是非常昂贵的马达加斯加的香草荚、香草籽，对，所以提拉米苏很多外面的成本价差最大的，第一个是我刚刚提到马斯卡彭，第二个是我刚刚说的香草荚，然后再来就是酒，咖啡跟酒这两样，对。那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重要，就是如果少了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失去提拉米苏的原始的风貌。对，就只是吃很简化版的提拉米苏。对，就它只是看起来像提拉米苏，可是它并不是提拉米苏。它不是提拉米苏。对，所以你知道这么经典的提拉米苏，这么经典的这个甜点，如果它我那一扎 Q 米就没给笨蛋的用故说你等下喊我是喊它都很经典，但是又很 T P Q 米的甜点呢，先休息一下，等下张正来。好，歡迎進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總一群阿權妹，今日愛同大家小記係一張，然後上嘅時候我哋佢同家嘅朋友，家到重拍了一張很多魯蛇甜點店，剛好本阿權妹是東後是嘞這個提拉米蘇，三號嘞其實還有那個以後也是很經典的甜點，叫做馬德蓮，是，而且我聽說你們家的甜點很特別的是。每一周都有新的东西出来，那新的东西出来跟之前都是不一样的，就算是同一个品项，它也会做一些微调。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模式是会每个礼拜贩卖一批的甜点，对，那给中央大学的学生。对，那所以通常我们会每周不一样的品项，就是希望可以每周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你这样子，你的灵感要一直源源不绝的来耶。不过因为像是有时候其实
内容物是没有变，只是造型上，比如说像刚刚吃的提拉米苏，像我们之前也有卖像这样的切片。那这一次就是觉得说有一个刚好有盆栽啊，然后也有植物，就觉得做一个小创新，那大家就觉得这个造型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吃起来的感觉又不太一样。对，而且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下那个很经典的甜点马德莲，也是因为你们必须要一直激发自己的创意跟想象，所以呢，这个马德莲刚刚有提到是荆棘口味的。是，这个其实主要为什么会做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家，阿妹种咧冻豆给荆棘，种豆豆，然后我们就是吃不完，对，那吃不完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它做成酱。那做成酱，其实我觉得荆棘跟奶油的香气会很合，因为有时候马德莲吃起来会有点腻，所以我们就想说荆棘是一个酸，所以就把它加进去之后，就觉得有一种调和中和的感觉。而且你们不只有果酱，这里面我随便挖开它就有果肉哎。对，就是我们把那个荆棘果酱我们把它切成小碎块，对，然后再把它加进去面糊里面，然后一起烤，所以它烤起来的时候还是会看得到荆棘的颗粒。好好吃然后上面我们会再擦一层荆棘糖霜，对，那这个糖霜吃起来会比较脆，然后又带有比较强烈的荆棘的酸度。对，就是整个会中和掉，真的是脆的。我不知道观众朋友听不听得到我麦克风传出来的声音，是沙沙的咔啦咔啦咔啦的感觉。对，它其实是一个糖壳，好好吃那所以它吃起来就会比较有口感一点。非常好吃。我觉得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最好吃的马德莲。没有，不敢当。真的，这不是我乱讲的，因为可能我之前吃的马德莲都是比较原本的口味。对，阿姆高亚扎马德莲是让我觉得有新的感觉，而且我没有吃过外面有糖霜的马德莲。真的吗？我之前对马德莲就很还好，因为马德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法式甜点。对，那它其实通常就是会做就奶油口味，就是最传统的。对。那可是后面其实最近还蛮多人做创新，就比如说像我之前实习的店，他们有做苹果啦、焦糖、我看过抹茶，对，抹茶也蛮常见，还有巧克力也蛮常见的。对啊，可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荆棘实在是还蛮少见的，对，那我就觉得它也蛮特别，像这个就是我们家今天刚采下来的金刚蜜桔，对，它很超大颗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它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把它运用这个资源的话，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吃到觉得很特别，然后也吃得很安心，因为我们没有用农药。真的，高比观众朋友有看过有社工这么客家的马德莲吗？就硬要连那个鸡雷鸡中就会让你做到甜点里面，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咸的沾鸡肉的鸡中，是甜的，但是还是鸡中啊。然后我们把它融入马德莲，就有那种蹦出新滋味的感觉。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两盘非常美丽的，是这个是生巧克力，生巧克力嘛？对。然后这个是抹茶生巧克力，抹茶生巧克力。那阿 Queen 可以先试试看这个。我先试试看这个是原味的，好软哦，对，它很柔软。对，那其实它在日本的名字虽然叫做生巧克力，对，它意思是日本叫生巧克力，意思是它是非常新鲜的巧克力。对，那其实可是它在法国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甘纳许。对，那法国为什么会叫甘纳许？其实原意是笨蛋。笨蛋。对，因为当初会有这个甜点的发明啊，其实是一个很美丽的意外。对，就是一个学徒，他要把牛奶放到鲜奶油加热后，鲜奶油放到别的地方，可是他却不小心倒进去了巧克力里面。对，那就被师傅很生气的骂说你这个笨蛋。对，那没想到就是甜点师为了抢救，所以就把它搅一搅，然后拿去冰镇，就没想到却意外发明了这道非常非常美味的甘纳许。对，那现在就我们会把它大量应用在比如说塔啦，或者是蛋糕的夹层里面，或者是直接这样吃都会非常好吃。夹层里面也可以用生巧克力，是可以。对，所以它其实用途非常的广。对，那因为它的口感你刚刚吃了也会觉得它非常柔软。对，然后有种入口即化的感觉。真的。对，好好吃哦。那我们这个的话是使用70%的比利时巧克力，跟23%的
牛奶巧克力去混合的，所以它的甜度跟苦度会是比较适中的。对，我觉得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想要健康一点的巧克力，但是你知道对于有点太苦了，想要吃甜的，就是蚂蚁一族来讲，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没有被疗愈，但是就吃健康的是另外一种感觉。但是这个就是又好，然后又甜，就是不会太甜，酸，对，有一点点果酸，就是可可的那个果酸。对。那刚刚那个是生巧克力，那这个是抹茶的生巧克力。抹茶的生巧克力呢，基本上我们是使用日本的宇治抹茶，对，然后它去调和。一样是使用鲜奶油跟白巧克力。那白巧克力的话，我们是采用28%的丝绸巧克力，所以它吃起来也是会非常的滑顺，很柔软。对，那可是抹茶香气也会很足。对，然后表面再撒上一些抹茶粉，所以它的茶味会一刚开始进到你口中的时候就散发出来。真的耶！对。那它们两个其实口感很像，可是它们的风味却完全不同，完全不一样。对，因为主要就是使用的巧克力品相就是不一样。那白巧克力是什么做的啊？它其实也是有可可脂，只是它是使用了奶粉啦跟牛奶来去抽换，它就改变了它的性质之后，变得有点奶香气的巧克力。对，所以我也好喜欢吃白巧克力哦。不过我身边蛮多朋友觉得那个白巧克力的奶味太重了。好，我也蛮喜欢的。好了，只要是甜的，我都懂。好，对，所以这个是生巧克力跟抹茶生巧克力。那接下来就是我最有兴趣的这个。它是乳酪蛋糕，它是生乳酪蛋糕，但是它的颜色非常的缤纷，看起来对，是那种马卡龙很漂亮的那种梦幻的颜色，然后而且它有点晕染的感觉，很美。但是这个颜色做乳酪蛋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其实最近很流行彩虹，就是那个。就是渐层对饮料，对，不止蛋糕也有彩虹乳酪蛋糕，但他们外面你吃到基本上都是使用色素，对，就是使用色素一点点色素就可以去调出非常漂亮的色彩，真的。对，我现在有一个实验要给大家看，到底我们的色素有多厉害呢？我讲厉害哦，因为它真的，其实我自己也有买过人工色素，是。然后我以为要滴很多，我也是，我就一杯水，然后就一滴下去，怎么颜色深成这样？我只要粉红色而已耶，很可怕，懂得营养。所以你看我就这样子沾一点点，你看我的笔都还没有全部沾湿哦，超饱和。对，非常的饱和，超级饱和的颜色是，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一刚开始也有试过想要用色素，可是我自己拿到之后真的吓到了，因为我平常之前都是用果酱来去调色，但果酱就是你要加很多才会弄到你的那个想要的程度，可是问题是，我就想说，那这个应该也差不多吧，我就用大概1/10的量，没想到就调出10倍的色彩，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重点是我的手只要碰到这个色膏，它就是洗不掉的，要花一段时间，要至少洗个3、4次它才会洗掉。那你吃完之后，你的舌头其实也是会有颜色的，对，所以我就觉得非常不好，所以我买了一罐，用了一次就再也没有用过，就这染红蛋就好了啦，我就不敢再用，我觉得太可怕了，对。对，所以阿坤可以试试看，好，这个炫乳酪蛋糕，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要用色素，所以我们就使用了蝶豆花。对，蝶豆花是一个非常原始跟自然的一种小花，对，它是紫色的小花。那你把它拿去干燥，然后拿来泡茶的话，它会渲染出非常就像这样子有点靛青色。那它有趣的是，它只要加一点点的柠檬汁，它就变成紫色。对，它非常的神奇，它遇酸就会变成紫色。那当时候就是因为有客人很希望我们可以出市面上常见那种很漂亮的渲染蛋糕，可是因为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不想要使用色素，所以我们就买了蝶豆花。那蝶豆花其实它原产地是在泰国，对。那可是现在台湾还没有合法进口泰国的蝶豆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检验它的农药的使用啊，所以你们选择的，所以我们后来就在网上找了很久，找到了一间台湾自己培育出来的原生种蝶豆花。那当然单价至少贵了就是很多倍，对。可是因为我们觉得至少是一个安心，因为如果这种东西是你直接去浸泡，你如果是
没有确保它的农药是没有残留的话，我会觉得很不安心。真的，对对，所以我们就使用了蝶豆花。那粉红色的部分呢，则是使用草莓果酱。哇，我觉得很搭哎，对，因为就是乳酪蛋糕也是很容易腻口的一种蛋糕。那你吃下去，如果有那个臭梅的那个酸味来带，那是很合的，非常非常的搭配，好喜欢哦。而且你看，我们刚刚一直在顾颜色哦，其实颜色是重点之一，没有错。但是其实里面的乳酪蛋糕也很重要。对，乳酪蛋糕的话，其实这款是没有烤的乳酪蛋糕，它不像我们印象中的那种重乳酪蛋糕。对，所以它是生乳酪蛋糕，它就是用cream cheese 跟动物性鲜奶油1比1去混合而成的，所以它吃起来会比重乳酪再爽口一点。对，那我觉得它夏天吃的时候会非常舒畅，真的超疗愈的，颜色也疗愈，味道也疗愈哦。故作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要同大家共读舌甜点店的故事哦。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做一群阿權妹。今日嘅節目喺度同大家來紹介係乳蛇甜點店，當地人寫名嘅，係嗰個還有設嚟以內列家的周圍東西，有生巧克力呀、有馬德蓮啊，有提拉米蘇啊，還有很漂亮的炫乳酪蛋糕，全部就懂講又懂後生。不過，我知道甜點最重要的是不只是好吃，其實對我們的身體健康當然是希望吃進去，就算是肥也是好的肥嘛，對不對？對不對？至少吃進去是不會對我們身體有產生傷害的。現在大家都有這個觀念，是對，所以乳蛇甜點店其實在原料上非常的講究，就是像是剛剛我想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巧克力，對，瓶子這兩罐，這兩罐。那阿權可以先聞聞看，你覺得聞起來怎麼樣？如果要我比哪一個味道是我覺得比較好的品質的巧克力的話，我很明顯聞得出來是這一個。是對，那這個聞起來有一點像是以前我們小時候不是通常都會有人發那個很便宜的金幣巧克力嗎？我聞起來味道有一點像那種金幣巧克力。可以看到就是右手邊這個，就是你可以試試看，或者是聞聞看就可以。它其實就是像你剛剛說的比較便宜的巧克力，那它是非調溫的。那另外左手邊的呢，則是就是70%的苦甜，左手邊的，對，就是70%的。那我要吃左手邊的，對，因為真的蠻好吃的。對，那可是其實它一個是70%，一個是非調溫的。那這兩個之間最大的差別就是說，這個非調溫啊，就是大家為了要方便使用。所以呢，就把它裡面的可可脂部分抽換成氫氧化的植物油，氫氧過的植物油，比如說棕櫚油、椰子油這一類的。那可是它的化口性就變得不好，化口性變得不好是比較不會融化。就像你說吃了，就吃進去之後會覺得它怎麼卡在舌頭上，對，散不掉，像個軟糖一樣，不會融化的感覺。對。那相對的，另外的70%的巧克力，它則是可以透過我們調溫，就是讓它融化，再重新凝固。這個過程之中，讓它它叫做調溫，然後它就可以吃起來比較化口性，然後還有它的光澤度也不一樣，還有它的整個香氣，我覺得也變得不一樣，因為香氣完全不一樣。對，就是非調溫的，它通常會讓它加入一些香料，讓它變得比較濃郁的感覺，可是我覺得當你習慣70%巧克力之後，你再回去聞非調溫，你就會覺得就是有點無法接受。而且其實我們對人體很好，可可脂是對人體很好的油脂，但是因為懂懂你會想到可可脂拿去做其他的東西，比如說做保養品，對，做護唇膏。那我們如果把可可脂拿去做其他的東西，就不是我們就不能讓我們吃進去了。所以這兩個的價格其實也本質上就有差別。那市面上為什麼有這麼多高級的70%巧克力跟便宜的巧克力的原因，也是在於原物料的不同。對，我想很多觀眾朋友可能去買巧克力的時候，其實都可以看一下背面的包裝，很多它裡面的油脂都是直接寫棕櫚油或者是椰子油，其實都有寫上去。它們當然還是含有部分的可可脂，只是就是含量基本上是變蠻少的。對，就是它抽換了，把一些部分抽換掉，這樣也可以降低成本。也是
是啦，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最近都就是普遍的重视这个食物的本质，那我们就可以设在时间，做点厚厚的避高一下，马该东西这样会 N 体洗也为。然后接下来，我前面有2杯，看起来都像是奶的，都是鲜奶油，这2个其实都是鲜奶油，对，都是鲜奶油。但是我们知道有分动物性鲜奶油跟植物性鲜奶油。其实我有。因为阿 Q 们气感没有做甜点哈，再三强调没有啦。就是我自己在做甜点的时候，我也曾经去食品材料行问老板说，到底动物性鲜奶油跟植物性鲜奶油的差别在哪里？是，其实你可以先试试看它吃起来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一吃就会觉得很明显。所以现在是先不要告诉我哪一个。好，如何？粉红色的是 A，就是甜甜的。哇，这个是动物性鲜奶油，没错，超级明显的。这个就是它很单调，很直接，就是觉得它没有重点，就是甜而已。对，然后而且有点腻，对，是腻的感觉，对不对？那其实动物性鲜奶油跟植物性鲜奶油，它2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植物性鲜奶油是人工合成的。人工合成鲜奶油，想起来就觉得很诡异。可是为什么大家需要它呢？就是因为外面我们常常看到那种鲜奶油的装饰蛋糕嘛，很漂亮，可以做成小猫小狗的样子啦，或者是做很漂亮的挤花，而且它冰着它也不容易化掉、塌掉。对，那这个就是在于它植物性鲜奶油它有很好的，它可以很好的塑形。对，它的坚硬度比较好。那可是动物性鲜奶油呢，它就是真的是从鲜奶去提炼出来的。那这样，可是它的问题就是它虽然非常的好吃，可是它的要去做装饰的时候啦，它就会糊糊的、软软的，它没有办法做出那种很坚挺的外表。没有办法运送的。对，它运送的时候，它可能就可能退冰下就软掉了。对，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它就不好啊。可是就是你们追求好的味道，用了动物性鲜奶油，但是其实动物性鲜奶油操作，对一般人来讲，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像有时候要打发鲜奶油，要做什么慕斯之类的东西，你要打发，如果是动物性的鲜奶油，温度不够低，或者是有水分离，有一点点小小的变音，你那一锅就没了耶。阿奎妹真给你有招，对不对？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你知道我很辛苦的打这一锅，然后打很久，那就算是电动打蛋器，手提着也会很酸。但是那一锅就打一打，就可能因为一点点小小的失误，对，就要重新来。对，所以植物性鲜奶油相对来说也非常好打发，它打发的时间大概是动物性的1半。好，对，差这么多。对，所以外面很多，而且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吃起来就会像你刚刚反应一样很明显，真的，就是一个是很浓郁，一个是就是假的，你没有办法，你不会，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奶油刮掉？这就是植物性的原因。但是有某些非常有名的蛋糕店，大家会吃它的鲜奶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是好的鲜奶油，好吃的鲜奶油，对不对？尤其是像波士顿派啦这种要吃很多奶油、大量鲜奶油的，就会很明显。对，然后像我眼前还有另外2碗绿绿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大家最近也是蛮红的饮料，抹茶，有一些什么抹茶欧蕾啊，然后也是可以做渐层啊，都是绿绿的。那这2碗绿绿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色泽。你可以看到一个的抹茶是比较深绿色，一个比较橄榄绿。对，那另外一个是非常亮的浅，就是也是深绿色，可它的绿色非常的亮。对，那你可以再闻一下它的味道，或者是喝一小口也没关系。喝一下。对。哇哦，苦苦的。对，它会比较苦。好，另外一个。哦，香香的。对，我2个都没有说坏话哦。但是，我们右手边这个的抹茶，它其实是台湾制的。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包装上，它其实本身就很直接的告诉你，它是有色素，它是用香精。对，那这就是台制抹茶粉。它是用很便宜的绿茶去把它研磨成粉，然后再混上色素、香精之后来分装来卖的。对，所以它的绿色会非常的绿。那你可以再看一下左手边的这个抹茶，对，它是橄榄绿。对，它是就是刚刚这个的抹茶。对，抹茶是巧克力的。日本的宇治抹茶，它是真的是从日本进口的。那其实日本的抹茶粉为什么会好吃，就是在于它是混合了多种的绿茶。它一样是绿茶，可它是混合去调制多种的绿茶，去调制成抹茶，去研磨出来的。真的。所以它的香气会非常的比较苦涩。可是它有一个
然后还有它会在你的舌面有一点点收敛感，然后还有一点点的海藻味。对，海藻味就是那个海藻味。对，可是大部分的饮料店啦，或者是甜点店那种很便宜、很平价的抹茶，通常都是使用这种色素的抹茶。真的。对，但是很多台湾人会吃不出来，可是事实上你吃过一次真正的抹茶之后，你就会了解到了。其实你看跟嘎斯那个价位就差很多了。对，人家去日本喝一杯抹茶那么贵，但是你在台湾，你可能在手摇杯55块、35块你就买得到了。是，这是非常的。在那个日本，那个抹茶是要有师傅专门调的耶。对，没错。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台湾人就是最近很流行抹茶，可是真正使用好的抹茶的不多。对，那相对为什么有的抹茶这么便宜，有的抹茶这么贵，原因也在这边。古手太太就做在底呀，因此给他的对于这个甜点啊材料的用心跟美味上面全部都非常非常的认真，所以今天谢谢瑞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非常蒙各位观众朋友，为收看休息一下，田内运通欣赏周运通了。